圣经马太福音书第4章17到20节。伫白话字圣经、新约圣经的第3甲第4页，其他版本咱请看荧幕。对迄时，耶稣起头宣讲讲：“恁着反悔，因为天国近啦。”耶稣行伫加利利的海边，看见两个兄弟仔，就是西门叫做彼得，甲伊的兄弟安德烈，拍网伫海里，因为是讨鱼人。伊就甲因讲：“来对我要互恁得着人，亲像讨鱼的。”因连边离开网来对伊以上。即时咱要请本堂由北方主任牧师来讲道，伊所要讲的题目是无共款的人生，无共款的人生。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邀请你来坐伫你施恩的宝座，施落你的恩典，开启阮的心窍，看见你真理内底的祝福。我用信心来回应，互你满满的恩典祝福充满伫阮的人生，也阮成做你施恩祝福的管道。同心祈祷，靠耶稣求圣名，阿门。弟兄姊大家平安。我毋知你对几岁开始，你就想讲，我要来规划我头前的人生。对几岁开始想要娶啥物某，嫁啥物翁？其实咱爱对囡仔的细汉开始，就为着因的将来，特别因的婚姻来祝福来祈祷。常常在约谈的过程的中间，协谈的中间，在提醒讲，你将来你想要有啥物款的对象？你也想好啊。有人讲着查甫的就好，有人讲查某的就好。所以咱看讲，咱心内有啥物款的一个目标？你对当时开始，你就想想讲，我要读啥物款的册啥物款的学校？有当时咱的生活、咱的性命是别人在替咱决定。囡仔只有伫父母的安排下面，无家己想法。咱知影讲，昨甲今仔日是啥物款的外口有发生啥物要紧的事件啊无？知无？恁有囡仔在考试无？无囡仔在考试，你感觉讲这对我来讲无啥物要紧？但对阮来讲要紧啊，因为囡仔昨甲今仔日在统测，在考试。所以你会想讲，伊到底未来是要做啥物啊？做爸母的拢会安尼伫遮想着讲，我的囡仔以后要做啥？我会甲我的囡仔讲，你以后茫做靠爸靠妈住哈。你有家己的想法，总是有当时甲即个时间18岁20岁，还阁无家己的即个想法甲规划。咱的规划毋茫讲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方向，会当活得搁较精彩。所以牧师要提醒咱讲，你即马有去想着你的未来啊无？有人一开始就会去计划讲，我要读啥物册，我要有啥物款的专业，我要有啥物款的对象。伫我的生命内底，我会通做啥物款会有意义的代志。有人我感觉我爱过是真平凡的人生就好。有人无个相款，伊会通去规划。总是咱知影讲，有当时计划赶不上趟。咱拢有经验的款啦吼。实在真是咱计划好啊，但是安怎袂赴讲迄个计划的变化，所以你着爱开始去修正。今仔日咱透过即段圣经，嘛得提醒咱，
咱家己咧规划咱的人生，也是咱要邀请耶稣伫咱的生命，成做一个规划咱美好的人生。房产咱互阮知影讲，耶稣为着咱规划人生是啥物款的人生哦。所以牧师伫5月到6月，会安排遮个系列的讲道。咱伫前几个月，咱有讲起伫咱属灵的生命，安怎要伫遐来成长、来改变、来调整。所以对灵命的更新开始，今仔开始有2个月的时间，要对遮个使徒因的生命的经历，受主的呼召，来看到咱要安对一个无道正义教的信徒，然后成做门徒，就是耶稣的学生。今仔咱透过无共款的人生，伫遮甲咱三甲来分享，透过主耶稣呼召西门彼得甲安德烈，后壁佫有其他的门徒陆续对因的即场工作来改变，对得鱼要成做得人。所以今仔咱透过即段圣经头一个要互咱明白啥物？洗礼甲我有啥物款的意义无？洗礼意义，互我甲上帝关系到底是啥物款的关系？洗礼互我对我未来人生的生活，以及我100年了后有啥物款的影响啊无？所以明白主耶稣替你规划的人生，总是咱有自由的意志。也咪牧师嘛会问，即个要洗礼，你有要接受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啊无？愿意无愿意，这就是咱的自由意志啊！所以上帝互咱有决定家己命运前途的一个机会。你明白了后，第二就是讲你愿意活无啦，愿意活出来。有人讲哇，基督徒，有人基督徒，无共款的表情呢。哇，基督徒表示安怎？哇，你信耶稣了，你的生命会值得，互人伫遮来即种来学习。总是迄也基督徒，你着感受讲伫伊的喙、伊的话语的内底，基督徒是亲像你安尼，我宁可莫信，敢毋是？所以咱要带亲人来信主吼，为虾米遐尔困难？为虾米？来，互我一个回答好无？太了解你了，对无？你咧变啥物把戏拢嘛知，对无？常常咧做伙，咱会忽略，咱会感觉凊彩。但是为虾米会遐尔困难？就是因为伊咧了解，伊咧看你的言行举止嘛。你若表现好，你若伫你的生活有好的见证，伊敢袂来信耶稣嘛？一定的。所以要调整咱的生命，活出耶稣为着咱规划人生，这是真要紧吼。明白甲活出是无相。咱来想讲，啥物是无相款的人生？每一个人的人生拢无相款。上帝伫咱的生命的剧本拢无相款，总是有一个相款的，就是伊共款要享受共款的福气，相款的福气互咱。所以咱来想讲，耶稣一开始伊出来讲天国近啊，恁着安怎悔改？所以咱来想讲，上帝的国度到底是啥物款的人生？伊爱咱活倒转，伊咱来改变咱的方向，咱的路线。到底上帝国要显明啥物，互咱伫遐来认捌？所以这学生就要求耶稣讲：先生啊，你教阮安怎祈祷好毋好？所以这就是咱常常咧祈祷的主祷文啊，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咱会晓祈祷袂？愿伫安怎？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讲愿你的国
降临啊，上帝的国是安怎？咱讲看嘛，无你祈祷是咧祈祷安怎？上帝的国降临伫咱的生活内底，到底是啥物款的环境？啥物款的状况？有听，有公义，有啥物？圣洁，搁有啥物？灵敏，来形容讲，活命，啊，搁有无？平安，啊，搁有无？无你来找无说，牧师我遮疼，我遐疼，你甲我祈祷一下。比如说医治，所以咱做伙来念这10个圣经来，就是耳面的看见，歹骹的行，歹过的清气，臭耳人听见，死的人搁活，丧乡人得到听福音。马太福音第11章第5节，安尼甲咱讲嘛吼。原来伫即外在，互咱会通感受到，因为耶稣疼嘛，所以行遮个逐个乡声，圣伊到伫会堂，教是遮证人了后，有病落来就来医治，迄个青梅，耶稣做安怎做？卡屁，土糊的甲糊对无？若你袂无？耶稣哪会遐歹过？伊照安尼有信心，你去说，就看见，有无？哇！所以青梅看见，然后咧，遮个残障的就会通自由来行，遮个歹过的伫当时是安怎？绝症啦，互人拒绝啦，隔离啦。无毋望啦，但是耶稣医治了呢，伊会通重新倒转来伊的社群，重新倒转来伫伊的亲人的身边嘛。所以外在角度咧显示啥物？感受会到，搁伊对死人中搁活，互人望会到，互人对死人中搁活，互遮个丧乡的无通食的，耶稣甲学生讲，互因食，然后5块饼。2尾鱼，互几个人食饱？敢若5000尔，查甫的尔嘛吼。敢无拢无迄个福音人甲囡仔，有无？安尼你想到，安尼差不多超过偌济人。虽然伫顶面记讲5000人嘛，但是伫当时只有查甫人才算人啦。安尼你会抗议袂？会但是耶稣看见遮个当伊咧封定的时阵，遮查甫人拢走去地，敢若剩一个所疼的坟头上，咱走去地，伊讲迄时我也无伫遐。这其实是一个提醒嘛遮个福音人，遮个姊妹，搁较热心啊，无惊吓。军队耶稣到芦苇，所以伫遮咱有看讲耶稣是互人会当得到巴掌供应，伊伫足济足丰富，所以咱咧在家会主，咱咧伫即个灵修、读圣经的时，你有看到啥物？牧师就是要帮助咱每一天的灵修的中间，这位上帝是啥物上帝？伊做了啥物事？伊是啥物人？你若知影，你若明白，你就安怎知影对伊来恳求嘛？伫甲遮个要说咧姊妹的面谈的时阵，有讲到即个信仰。因两个拢是第一代，厝过去像凯伊厝的爸爸妈妈拢还搁咧拜嘛，要邀请妈妈来你想我敢会去？妈妈安尼甲回答，这是一个真大的挑战。我一世人拜遐久你叫我安尼改哪有可能？所以信仰内底就是有真大的一个挑战虽然有当时妈妈讲袂赢伊，但是伊嘛是讲我着人安尼拜我着安尼拜，无法度去明白。感谢主，这是有福气的
因两位头一代也伫遮来信主，这是因为圣神的感动才有即款的行动啊。所以咱也清楚知影讲，对祈祷内底，咱感受到即个角度是啥物款的角度，是互咱会通感受到迄个疼。拄仔咱所讲的，还佫有足济足济。你伫着患难、困苦的时阵，咱常常上帝，你是我及时的帮赞，哦，你是我的关台，你是我的避难所，我闪避的所在嘛。哇，你就开始透过诗人，互咱感受到，这位上帝原来是保守我出入，保守我心内平安，保守我会通丰富的供应的主，互我会通食饱，互我会通真做是一个祝福人的。这是头一个，就是讲咱想外在即个，咱来看去啥物？对耶稣所行，然后教学生搁去做，搁去祈祷，搁去服侍，医病赶鬼，咱看到啥物？看到即个上帝的国，啥物？上帝的关联会通对咱的信仰生活伫遐来显明出来啊！所以你祈祷，哎，就有医治；祈祷就有平安。这个就是显明上帝的关联啊！如果你若每一遍的祈祷拢无感受，拢无伫遐来啥物代志发生，可能你到尾你就无信心嘛。咱对圣经内底看，对现在咱咧祈祷服侍过程中间，我想因家己会通伫遐领受，今仔日敢会有即款的信仰的行动，看见啥样？上帝是真高我的啦，是听人祈祷，佫会回应。无亲像人所拜偶像，有目睭袂看，有鼻孔袂喘气，有耳孔袂听，有喙袂讲，有骹袂行，所以爱人光叫。你敢有听过讲耶稣讲爱人光？无嘛。所以伫遮互咱看讲外在是啥物？过来咱来看，毋是敢若外口。讲天国是啥物？天国到底是啥物所在？咱若古早想着，着等我过身了吼，耶稣来甲我带，我等会通去伫迄个所在。敢是安尼？来，我甲咱考试者，敢是安尼？毋是哦，真正吗？无咧，无天国伫啥物所在？来，咱来读这段圣经来，因为上帝国是伫恁内中。路加17章21节，甲因讲过，原来上帝的国度嘛是伫咱的内底，伫外面也伫咱的内面。所以你信靠耶稣的时阵，你就平安。安尼咱看到啥物？既然毋是敢若讲我百岁年老了，我哪去的所在？若安尼伫即马上帝国，哪伫咱中间？所以耶稣教导咱啥？伫地里，亲像伫啥？地里所以透过阮的日式，今仔日安怎互阮？过来咧，赦免阮的辜负，佫有你有赦免阮的辜负嘛？意思讲你帮助阮有赦免得罪阮的人啊！你已经赦免阮对你的得罪，然后阮也有迄个气力对你来赦免人，亏欠阮、得罪阮，所以我会通原谅阿袂。有的人袂呢，我绝对无爱甲原谅啦！伊安尼对我遐歹，也是伤害我遐深。要体会到伫地里亲像伫天里，你对人对你的赦免我感受伊宽宏大量，感受到对亲人对你的疼。拄好一位姊妹牧师感谢教会过去安怎协助，可能亲人过往，上帝甲调转的时阵，安怎帮赞服侍，然后互整个的即个过程真顺遂，所以感受到啥？上帝的同在，安尼看到啥？看见什么？看到啥物？上帝的同在嘛，透过啥物？你的关心哦，
你会疼哦，你会赦免，你会帮赞，你伫需要的时阵响应，看到啥物？伊感受有上帝同在，所以这是对内在伫遐来领受。外在就牧师你甲我祈祷祈祷有得到医治这邪灵搅扰的离开，互伊暗时就好困，互伊出入感受到主的平安，甲伊三角同在。所以伫遮咱来看讲，主到底要赏赐互咱是啥物款的人生即个信仰是活的，但是是爱咱做伙甲主耶稣同工所以上帝使用你咱主耶稣使用你，你咧做见证。咱5月13有一个音乐的即个布道会嘛啥物事搁一面要伫迄中间来做见证，分享伊安怎拄着即位耶稣，耶稣安怎改变伊的人生属灵团队，你嘛会简单讲对无？简单明了，互人记会牢讲起伊的生命的一个人生，所以耶稣安怎赏赐，互咱有一个新的人生，伫耶稣基督内面成做新创造人。所以咱看讲，伊对遮个掠鱼、讨鱼的，伊安怎改变？规工就是身躯臭毛毛迄个臭臭味但是耶稣拄着因的心，因咧创啥？路加福音第5章讲啥？伫遐咧唱补破梦，看着梦，目苦无啦，遮无写啦但是因咧补梦呢，补梦为虾米？掠无啦，钓鱼无？讲掠无咧。耶稣甲因讲，放到深的所在，因的想法是安怎？是我专业你专业是无？若安尼想啦，阮规暝都掠无即时要安怎去掠？耶稣你的头壳是安怎想？我有讲过，我伫平湖实习的时阵，半暝，兄弟遐会友拢出海，透早迄门外就一包小羹是鱼要互阮来享受因就是半暝出去透早转来。耶稣甲伊讲啦，恁到最深的所在，拍网掠鱼。如果若无迄个信心，照家己的专业，无要顺服啦。你来去看路加福音第5章遐写安怎？相款的记载，即段圣经无记载嘛？拢是相款的经文伫遐记载讲，因照呢，总是但依从你的话，总是照你的话去行，安尼因的人生就得到啥？本来是欠亏掠无嘛，掠无半尾嘛，对无？为虾米？知无？脑筋急转弯，因为鱼拢一尾。恁反应哪会遐慢鱼拢一尾无半尾啦所以伫遮咱有看讲2只船满，对无？到底是啥物款的人生？要彰显啥物？彰显天国的观念所以主耶稣互咱彰显上帝同在的人生，伊的观念透过伊的话，成做是一个实现。讲恁照我安尼去做，恁照我去做的时阵安怎？本来掠无，总是风风雨，船强要沉落。看即款的人生是安怎？耶稣先用啥物？外在互因看会到的，哪会遐奇妙？照阮的专业，阮的财物，透早掠无嘛？阮已经无用规暝哪有可能？耶稣先透过外在，互因感受，原来伊是连遮鱼拢会通管。咱若读这个以利亚最近咧读这个在家会主的时阵会过来读着以利亚，伊安尼祈祷会落雨，袂落雨，对无？安尼的过程中互咱知影讲，这位主是掌管万项有的
大家拢听伊的。所以对外在互因讲，哦，若安尼军队赞的，每一工吼，若拍网落，哦，船啊一定拢满。但是耶稣毋是干那要互因得着安尼尔，所以咱看，我要来军队，我要互恁得着人，吼，亲像得着鱼。后来咱来想讲，得着鱼到底是咧提醒咱啥物？耶稣赐予我手所做，互我吼，你若饲精生的，互你绿剔安怎？兴旺吼，所以伫迄个低调，较早我用饲猪嘛，伫低调搭一个六畜兴旺吼，绿剔兴旺，你毋通搭伫房间啊。哦，米红的时阵爱搭啥？满哦。咱拢毋茫伫咱生活中间会通得着嘛，搁较济吼。但是咱耶稣要互因想讲，即个是短暂的需要，物质的享受，三顿饱总是拢会过去。哦，得着人到底是啥物？要互因看见人的价值。所以讲，人主来是要找找失丧的啦，哦，丧失伊还未得救的。所以人是有上帝灵伫内底呢，彰显上帝形象甲伊的样式哦。所以得人的价值是啥物？是直到永远哦。所以到底上帝的审判台前，伊会甲咱讲：你带偌济人信主？你有甲人传福音无？哦，所以得人的价值是直到啥？永远。所以教会为虾米要做这个报道会？教会为虾米要透过这个训练装备，互咱毋是干那牧师甲中心，互咱有机会。所以，今仔开始吼，伊要说的是因为啥？雪林，你甲引带，伊嘛咧看呢，你的生命安怎伫遐来影响、来改变啊？所以看到人的价值性，咱会通影响人阿袂是好的影响也歹影响，若歹影响伊就袂来教会哦。好的影响伊会通伫遮，虽然厝检采有这个无赞成、反对哦，家己超找家己会通认捌即个信仰倒来。所以咱来看吼，伫咱的要安怎得到啥物款的人吼？讲得人得到人，亲像得到鱼哦。要得到啥物人？第一就是一般遮还未信主的，拢是伊愿意悔改得救的人。所以咱来看讲，第二就是安怎？国度上帝国的人才。上帝国需要人去服侍无？恁拄仔入来，啥物人互恁招无？招待嘛，所以这招待是一个服侍，对不对？一入来，文生长老有甲你讲，有注意，拢注意看你有咧比啊，无咧比对无？哦，你有去刷卡点名无？哦，若你无去做这个动作，就表示啥物？这个新来，头一遍来，你无通比，对无？所以就会注意哦，来，请你翕一下相的哦，然后念伊甲你欢迎介绍。过来咱有无共款的服侍，有人带学咧敬拜，这拢是啥物？国度的人才属灵的领袖的训练拄了嘛。过来6月开始有小组长的训练恁心啊想牧师来开始甲阮操甲安尼毋知也是讲阮足欢喜的国度的人才是爱经过训练培养才会通彰显上帝国的荣耀，敢毋是？若你无经过这个训练装备，人免对你的身上看见上帝的荣光。咱免来过无共款的人生头一个，耶稣互人有这个方法悔改。悔改的意思是啥物？咱做伙来念来，心思意念的改变，属上帝的价值观、思想、态度、生活方式、品格的改变。所以伫遮个内底，咱看讲，你的心思意念对过去有败有保庇，
无败出代志。迄款的心态来讲，我会通看见这位独一的主，伊是啥物款的主？然后我的想法改变，耶稣安怎想，耶稣安怎做，所以就挂一寡手环 WWJD， 对无？我有 Jesus do， 耶稣安怎做，也耶稣的心安怎做咱的心，也耶稣的意念成做咱的想法。拄仔伫会前祈祷，牧师用一个耶稣的主权的祈祷，你毋知有注意无？啊，这内底着啥？过去你开放你的主权，土地公、地基主、观音、妈祖，也是啥物来保庇我？你是开放你的性命主权呢，来邀请伊进去，会通影响你的性命。总是当咱信耶稣了后，牧师会帮助伊来祈祷，即个甲我取消，甲遮个关系拢无伫代。我今仔日邀请耶稣做我灵，做我思想、感情、意志甲身躯的主，所以你的身躯、思想、态度改变，可能较早是我真骄傲，总是耶稣伫你的生命内底，你着安怎谦卑？我记几年前去李总统的外双溪翠山庄吼，伫遐有甲伊见面。伊就用一段讲，我毋是我的我，但是主伫我的内面伫活。伊一直强调现在的我毋是我的我，是耶稣基督伫我的内面伫活。所以伊的生命会通伫遮来调整、来改变。拄着重大的代志的时阵，安怎？两个阿某讲规个祈祷，才会通面对着遮个真侪重大事的时阵吼。渡过这个难关啊！火解就是挖一个方向，然后来到主的面头前。火解是帮助咱要安怎相信福音。咱做伙来念这段来：日期满了，上帝国近啊，恁着反悔来信福音。所以相信，然后你也有行动啊。今仔日就是一个行动，接受后壁的得救，毋茫。祝福就一个一个要临到咱的生命。为什么？因为迄个管道已经拍开啊！迄个管道若一拍开，你知影安怎对主来求？哦，迄个管道顶面连接的施恩的宝座。主啊，我需要你的医治，伊就知影你的需要嘛。然后透过你的恳求祈祷，圣经甲咱讲，求就得着。找着、拄着、拍门的，你有相信无？你若相信即个管道通的时阵，就对神宝座。所以圣经讲，你着好胆无惊讶来到主施恩的宝座来对求啊，就要得到。我需要医治，我需要平安。所以即个耶稣提供互咱知影讲，要安怎悔改。所以今仔日咱透过即个洗礼，就是。我带因做决志，然后家己有这行动来宣告讲我是属耶稣的。来，第二个就是讲，悔改才会通看见上帝讲，耶稣咧甲尼哥底母伫遮咧对话中间讲，你爱顶头生。我要安怎对过入去老母的腹肚？讲毋是啦，就讲是咱属灵的生命爱伫遐改变顶头生，才会通安怎看见。过来的第二，你才会通进入，所以见上帝的国啦。耶稣咧甲伊对谈的中间，你会通看见，然后咧，你要安怎入去？迄个就是信心的一个行动，今仔洗礼，然后你会通进到你上帝国，毋是安尼就结束。伊爱互咱成做上帝赐福的管道，所以帮助人分享你的性命。咱来看讲。遮个学生因看见耶稣行的生涯，伊的话所带来完毕了后，因安怎伫遮来回应？如果即个话若对咱讲，你有遮个专业，你是谦卑，也是骄傲，你是接受，也是拒绝，
咱看遮学生因做一个真要紧的回应，啥物？较慢的啦，小等的啦，因是马上因是立刻，对无？常常咱咧对人伫遮来传福音的，紧来信耶稣，较慢的。我即马肠无用好，我即马还阁有是大人伫咧，慢请。意思就等因过身了，是送大成去拢毋知嘛？敢毋是？有当时咱有一个想法，这是足不孝的想法，你知无？到底是啥物人生气？拢无机会通得到救。如果你若把握迄个机会，对无？立刻马上，然后把握即个机会，抓牢即个机会，好，耶稣，我要跟对你。跟对你上简单的就是洗礼规个主的名。第一就是讲，因完全放下，然后咧，即个梦本来伫遐咧天咧唱宝破梦，目眶红，安那拢掠无鱼啊。但是咧，当因拄着耶稣了，即位是赏赐丰富，逐样的好物的主嘛，所以因通放落。你茫听牧师听，好，安尼我来施一啊，我来安尼，毋是安尼啦就是讲上帝对你有啥物款的呼召？可能上帝透过伫即场呼召你诚做职场即场的宣教师你伫工作，也是伫你的工场的中间，你有影响力，你安怎带你的员工伫遮来认识耶稣？你伫你的家庭，所以有的人是专职，像牧师是专职的服侍嘛，回应主。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对无共款人有无共款的呼召，变怎专心伫遮来跟对，你会通放落世上逐样的担当。我来到伫教会服侍，这嘛是一个服侍。所以跟对主到底是咧讲啥物所以主耶稣讲来跟对我，是亲自伫遮来呼召咱，毋是敢若牧师甲你讲来跟对，来服侍。所以主伫你的生命已经定着有即款的呼召，邀请咱每一个人来甲主来做同工。过来是主叫咱，伊意思着我要为着你负责，互恁有即款的快乐。当恁领受圣神，恁就会当得到快乐嘛。所以主耶稣互因教野的快乐资源对耶路撒冷、遍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遮咧讲啥？主要互你瓦靠，供应你，为着你负责，来引带你头前的道路。伫遮个过程，咱要安怎对主来回应？交代、诗班，即马咱过来有遮个长照2点关怀据点，咱来办遮个政府即马当咧推的遮个，咱有看见遮个。年中遮个商人，遮个兄弟姊妹，头一遍咱伫顶礼拜5，咱开始开办即个社会关怀的即个据点即个点，里长嘛有来嘛有带一寡社区的遮个年中者来社会局的人嘛有来，感觉咱开始安尼做了真好会通伫遮来服务遮个年中者，咱要安怎伫遮来做？需要搁较侪。遮个同工参与，需要有遮个服侍人员来参与。伫遮咱有看见遮个外面的里民开始咧入来我去拜访里长甲老牧师去拜访，去拜访南华里的里长，一去感谢，迄内底大呢，姜大人，迄敢若细姜的大嘛。不过伫遐甲伊有好的关系建立了，讲牧师恁若应好，你就起来，我甲伊分，所以嘛通甲因做朋友嘛，是无？所以伫遐甲伊建立关系，无一开始迄个感觉关系真疏远因一支味就是拢香味我的鼻仔就有过敏叫要挡袂牢，拢主啊，你帮赞互我会当坐较久淡薄安尼
不过伫遐真，我感觉透过安尼，里长佫讲，啊，你毋通干咱2日尔嘛，恁会当佫附近几日，哇，你啊，连因嘛会当为着教会伫遮来广告呢。看是啥物？如果若有咱会投入参与，上帝的工就开始伫遐来探鬼嘛，会通伫遐来影响佫较侪人。头一个是第一个，咱爱甲主建立关系，悔改归入伊的名。第二呢，耶稣讲要帮助咱得着人，亲像啥？得着伊。咱三甲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互阮会通透过你的话帮助阮明白，阮爱活倒转来群对你，帮助阮，互阮伫阮的性命会通诚做影响人的性命。主啊，你当地对阮来呼召，来群对我。我的想述的人生是丰盛的人生。我所要互练的是过我的人生，是有毋茫的人生，是世间人无法度互恁。求主帮助，互阮会通伫遮进入，毋但看见，佫会通进入到伫你恩典的国度内底。也你要使用阮，诚做祝福的管道。今仔日有遮个兄姐。要伫上帝甲众人面头前，伫遮来立约，求你的神来感动、来坚固，互因所信的无摇绝。祈祷、感谢、恳求，靠耶稣的圣名，阿免。请咱做伙来吟圣诗354首，圣诗354首，第1节到第4节。请咱坐底吟就好啊。阮得着帮助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讲话了后，还袂上天的大声有讲：天顶地下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做我的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命令恁的，着教人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伫五旬节彼得传福音的时，对听伊的人有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到互恁的罪赦免，搁要受圣神的赏赐，因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黄的人，就是咱的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亲像迄时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搁受洗礼。当我安尼对恁讲，恁着深信。恁若真心反悔，告别恁的信仰，搁伫伊名来受洗礼，即个圣礼典就要成做恁的罪得着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搁要表明恁对圣神得着顶头生来结连伫耶稣基督。当恁要受洗礼，恁着伫上帝甲众人面前来告别恁的信仰。所以请恁注意来听，来应答。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
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也无。恁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无？来，咱先请长老来跪伫头前免笑。詹庆阳，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圣神要赏赐你，互你的性命会当真做影响人的性命，互你的性命无论甲上帝、甲亲人，拢会通有和谐，也会通真做上帝赐福的管道。靠耶稣的名，阿免。黄凯义，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你一人得救，全家要得救。主要透过你，成做你的家族、家庭得救的管道，使用你，互你的亲友同得永远的好处。靠耶稣的名。阿妹，恁已经告别恁的神，我倚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伊性命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所赏赐的权柄，甲迦南小会权柄，接纳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同心祈祷。愿平安的主，互人一真正诚的，互即两位姊妹，伫因的神、因的魂、因的身躯，伫主耶稣你过来的时阵，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也通成做你施恩赐福的管道。愿主赐福、保护、看顾因，坚固因的心。因伫家庭伫外口代表耶稣，求你透过因，成做你荣耀的见证，互因的亲人早一日来得到救。愿主赐福，满满福气伫的神上祈祷感谢，靠耶稣的圣名，阿门。阿门，先来接纳。拍鼓甲因祝福咱也伫因初信，咱会安排属灵的同伴，伫遮来陪伴因伫信仰的生活，会当不止常常伫遐来亲近主，从容的属灵
东半是夫妻姊妹吼，来将这礼物甲会送互因吼。来开伊的小铃东半雪梨吼，嘛是因带伊来信主。后来毋知恁有朋友啊、亲人伫咱中间啊无？无迄个钟龙就没有了吼。凯毅没有吼。好，除了你之外了吼。咱男朋友来对来问道理安尼吼，啊嘛有神怎甲问安尼吼。好，咱拍鼓仔甲因祝福吼。好，谢谢。来，请咱的信用各位吼。王俊文兄弟，中间。阮得着帮咱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这是咱的一个瓦靠，咱的信用。那你已经早前甲主立约，今仔日透过信用告别来。甲主搁一遍的连结，主所听的王俊文兄弟，你早前伫别个教派已经有甲主立约，上帝恩典，互你行过你人生的路障，因带你扶持你，坚定无犹豫。透过早前所立的约。今仔日搁一遍重新甲伊来立约，来归属伊，献家己，互伊重新来誓约要服侍。咱的主耶稣基督有讲，所以囝仔伫人的面前认我的，我也伫我天理的爸面前要认伊。所以我劝勉你，着告别你的心，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诚实来应答我所问的。请你注意来听。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卫师啊无？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功劳来得到罪的赦免啊无？你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啊无？宣告，你已经受洗，这时你家己来告别你的信仰。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迦南小会的官兵接纳你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你呼召人来跟对你，要得着人亲像得着鱼。你也呼召俊文兄弟，伊来军队，也参与伫无论是性命的教育，也是其他的服侍，来欢喜委身伫即个教会，成做即个教会一份子。求你来坚固伊。互伊人生的道路哪行哪丰富，有主你的同在，你的陪伴，甲你所想事对顶头的开力，互伊凡事拢会。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咱愿请咱小会员来接纳。咱说咧坚信咧信仰搁要真慎重，就是安尼接纳欢迎进到伫即个大家庭来，有等下，再是。
花也袂起。哎，好，咱拍鼓来祝福吼。来吟圣诗352首，圣诗352首第1节、第5节，来准备小字的洗礼。请咱坐底吟。昨我已经有说明吼，就是父母若有洗礼，吼，咱照规矩才会通陪囡仔来吼。我昨嘛有鼓励爸爸吼，会当伫遮早一日来领受耶稣的救恩，由妈妈来抱细囝来到水面前，来同伫即个永活的福气。所听的兄弟姊妹，咱来听主耶稣基督伊所应允的，亲像圣经所记载，有人带细囝就近耶稣，要互伊蒙学生责备因。耶稣看见安尼大无欢喜，甲学生讲：用阮细囝就近我，无得禁因，因为上帝国是即号人的。我实在甲恁讲，既若承接上帝的国，无亲像细囝的决断袂得入去，就抱因、甲因换手，祝福因。虽然咱的细囝也无明白这个事，耶稣所应允的也要归伫因，因是恩典的约的护士。上帝用洗礼带因，成做上帝家来的儿女。这个宝贝查某囝，互伊成做属伫耶稣基督来做伊的百姓。当你的细囝要受洗礼，你着伫上帝甲众人面前来告别你的信仰。所以请注意来听来应答。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啊无？你着倚靠上帝所赏赐的困难，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培养你的细囝，着用祈祷甲好的行为来养饲伊、培养伊，互伊会通行伫上帝教会的法度。你有要安尼行啊无？愿主祝福你，甲你的细囝帮赞，互你会通守即个约。无双念，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对细汉有上帝聪明智慧充满你，互你对细汉到大汉行伫上帝恩典道路，靠耶稣的名，阿门。照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个细囝受接纳入伫伊的教会，做陪参会员，有份伫新约的恩典。当这细囝的父母甲会众亲自作证，
也着三甲分担责任来培养伊的信仰，直到领受建信礼。三甲来祈祷。主耶稣，愿将心愿愿于交伫你的手中，特别祝福心愿，互伊永远会通一天领受主你的救恩，互因伫上帝你的听内底用这个信仰来教导双引，互伊会通一世人对细汉到大汉。上帝，你拢同在，无离开你的恩典祝福，互伊手所做会通行通顺利，互伊伫伊的生命内底以后会通成就你荣耀的见证。同心祈祷，靠耶稣圣名，阿免。好，来拍鼓，甲伊祝福啦吼。